多谢就用台湾暂时性的关税是定伫20%，针对这点，企业界真烦恼，尤其是主力出口美国的龟头刀恐惊呢，会真正难，因为全台湾龟头刀有70%是外销到美国，所有区域的这个总干事就直接就讲，20%的关税比日本、韩国等等国家较悬，恐惊和台湾的渔产品会失去继续的竞争力，嘛讲未来关税会当个降低。 为这次搁浅的机会，拢是宜兰东部生产的龟头刀，超有70%卖到美国。严格台美关税谈判结果出炉，台湾暂时性的关税定调20%，主要外销美国的龟头刀，恐惊影响上大。你开过别的市场来讲，美国的那个价格是稳定的啊，他们的价格都是比别的地方还要高，别的地方都已经进去了，我们怎么会开过别的地方的？龟头刀虽然是外销的重要市场，严格若要转卖其他市场，其实无遐简单。如今关税提悬，大家可能会变俗价。 对产地甲第一线渔民拢是真大打击。渔业署那边其实针对于渔船的一些冷链的设备，以及一个相关的一些机具的部分，他们有研拟方案去做补助的部分。然后再来就是金融机构的一些可能渔业需要的利息的部分补贴，他们也有做一些因应的措施。要安怎协助台湾的企业，将会真做关键。 严格经济白宫公布文件，也明确列出一项例外条款。若是商品在咧生效时间8月7日返点进前，已经送去的准定来到最后的运输阶段。上班伫10月7日返点进前完成进口的报关，或者是自保税仓库的提领，安尼就个适用旧税率。 代表会有一段过渡期，部分的企业超过2个月缓冲时间。业者判断，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抢出口条，严格也是希望关税会当个降。我们一定要增加我们的相对的一个利润，那这个利润加工厂一定不能接受，因为它的关税20%，会不会造就我们单价往下？ 一定会的。包括5月鱼在内，像水果甲花这类传统制作含高附加价值产品，拢是关税敏感的产业。台湾的兰花也是咱农业较有代表性的产业，不过主要嘛是外销给美国。即卖唔那中国的兰花也有未少竞争对手，如今搁在面对着关税压力，咱必须要提早布局应应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